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去踅老街。婚龄未了的老街，因为瓦港口伫100年前是一条啪里啪里的街仔路，嘛是一条中西方的文化交叉的重要地点。即摆老街虽然落水，但是文史专家利用当时留落来的老建筑甲遗迹，把这个老街打造做历史文化的景点，要互老街找回以前的繁华。 今日开超过1甲至60年的老美容院，为椅仔装潢到剃头用的技师，虽然看起来真旧啊，也毋伫当时是全台湾少数对着国外流行的美容店。刀具都还是贵老东西啦，都是古老的，对啊，还是继续在用。几百年前，外国生理人伫遮头剃刷会到边啊，嘛是全台湾数字大的戏台厅台湾戏厅。 戏院也造就了当时最盛名的拱乐社这个歌仔戏团，在全台湾拍了第1部的台语电影。所来外国生理人会是到传承100年的中药房去买药材，也是到即马只剩一堵壁鸦片馆讲生理。未了老街早期外口无一港口，这是一条真实行的街仔路，连这座有300多年历史的中环宫的壁顶，嘛是受流行文化影响。 雕塑有穿西装的。你进这个庙宇，可以看到更早期，早到鹿港，甚至到台南的一些港口，更早期的贸易在麦寮的繁华的程度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庙宇里面，你看到非常多的艺术品，都跟当时的麦寮在地的贸易是有很大的关系。 虽然讲即马无一港口已经移转，老街早就已经落车啊，但过物主团体看到遮保存着早期中西交流的特色，积极活化老建筑，要吸引游客重新回到当年市行过老这个未了老街。